如果你仲用緊日光燈管，出現閃爍情況，換咗新嘅燈管之後，會發覺同樣唔着燈或者用冇耐又壞。兩邊管變黑又頻閃等。點解呢？日光管本身壽命只得8000小時，大約係1年嘅時間就會自然壞燈，加上內置有火牛同埋 starter。另外就係支架燈腳老化碎裂，造成電極接觸不良，都係會造成燈唔着嘅原因。最好嘅做法就係換 LED 燈管。同樣燈管，如果換咗 LED 燈管，即刻慳一半電費，壽命長達3萬小時。未計換燈人工同埋燈管損耗成本，慳落嚟差唔多年齡嘅電費，就可以抵消換燈嘅工程費用。長期計落化算，承接拆舊換新照明工程，電工師傅親力親為，服務及工作態度可靠穩陣。有需要換燈嘅朋友，可以聯絡91808452。